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呢部迪士尼出品嘅動畫《理想奇兵》，喺國內譯做荷里變身計劃。咁我講下我俾佢分數咧就7.2分，呢個分數咧就唔算低㗎啦，都算中等以上，但亦都唔算係最高喎，因為咧呢部戲嘅優點同缺點咧都幾明顯嘅作品嚟嘅。咁先講好嘅地方啦，咁迪士尼嘅動畫製作嘅技術咧，其實已經唔需要再懷疑，亦唔需要講咁多啦。畫面節奏啊，嗰啲角色動作，尤其是講到動物啊，佢特別係可愛，整體完成度咧都係好穩定嘅。而且佢哋一向有個優勢，就唔單止係拍俾啲細路仔睇嘅，反而係好多係大人都啱睇投入嘅，甚至係更多感受。迪士尼嘅產品咧就保持住童真，但又唔係幼稚嘅平衡。其實咧係迪士尼一直做得好成功嘅地方。動畫之中有幻想嘅空間，有童真嘅世界，咁先至最好睇嘅。而理想奇兵咧都有呢個特質嘅。表面上咧係一個關於動物世界、幻想科技嘅故事，但實際上咧佢想講嘅咧係人類同大自然之間嘅關係，即係話人類一路發展啦，一路進步，但係同時間咧其實有冇忽略咗自然本身嘅平衡咧？有冇因為自己強大咗而壓過咗其他嘅生命咧？呢個核心咧其實都幾有意思嘅。而且佢表達方式係唔算激進，反而係比較溫和，帶住善意去講嘅。咁即係佢一向都有呢啲咁嘅核心話題。同類型嘅動畫相比咧，好似呢個奇蹟夢之隊嘅作品，通常都係講一啲好典型嘅成功故事，由低做起啊，努力啊，最後贏到比賽啊，重點係個人成長同熱血。但迪士尼嘅動畫咧，喺呢部戲咧，尤其是咧，唔係咁簡單，佢係視野係比較廣嘅，唔係淨係講一個人嘅成功，係講緊一個世界點樣相處嘅關係。比較係高一個層次，所以頭腦特工隊啊嗰啲咁係好似特別係好玩。呢部戲最大嘅弱點咧，其實唔係理念係極值得人哋去欣賞嘅，而係佢講故事嘅方法。佢前面咧建立咗個幾合理啊、幾容易令人投入嘅世界。雖然佢又牽涉到新嘅科技，但係因為喺現今嘅社會，你係比較容易接受。佢入咗呢個做呢個荷里去了解呢個動物，成功地同佢哋溝通，然後叫佢哋反對人類去起個高速公路。本來個話題咧係咁嘅，咁都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後面嘅劇情咧就越嚟越誇張。咁當然動畫係可以誇張啦，因為動畫嚟㗎嘛，可以好多幻想性。但係問題唔係淨係誇張咁得，而係你要定咗一條清晰嘅規則去支撐你個遊戲規則，每部戲嘅遊戲規則大概誇張到程度，大家要開始要接受。你但係唔可以跳啦，跳出咗我哋能夠想像嗰個 moment 嘅空間。咁你變咗咧係一下子咧就好難接受，但係去到中後段咧，甚至去到有啲失控啦，後面誇到好犀利啊！啲雀鳥拉住一個大白鯊嗰個懸崖嗰條公路度去咬嗰個主角同個反派，咁你覺得好鬼奇特咯！即係你呢啲嘢已經超出咗你喺前面睇嗰陣時對呢部戲嘅邏輯。嗰個遊戲規則已經超出得好犀利，後面更誇張啦！個昆蟲翻嗰個器材咧變到好似真人咁，就同人哋嘅溝通，然後呃真人嘅信任，佢做咗市長，咁啊，然後想一齊害死大家。一個內核咧，佢想講嘅係大自然同人類之間嘅關係，同埋佢有一個嫲嫲嘅角色咧，係代表咗佢。即係好似一種對大自然嘅感受係特別強烈嘅人，係將呢種信息咧帶咗俾個孫嘅，希望佢保護呢個濕地嘅呢啲咁嘅意念咧嘅嘢咧係幾好嘅。但係佢亦喺一個另一個角度又寫咗喎，當你好尊重大自然嗰時，大自然可能亦誤解咗呢個信息，然後佢會搶翻佢嘅自主權。咁包括啲動物啊、啲昆蟲啊，各方面要贏翻呢場仗，對付翻人類。其實呢個都係破壞咗平衡㗎。咁所以佢喺戲裏頭咧，後尾都係講到翻呢個問題出嚟。呢個迪士尼成功嘅地方，咁佢就佢講緊係一個世界觀。呢部戲都有一條我哋覺得幾好嘅線，就係亦係寫得幾成功嘅線，就係角色之間，就係嗰個女孩啦，17歲嘅女孩美寶同呢個後尾佢變身咗做荷里之後，認識咗另外一個荷里。喬治國王咁啊，佢哋兩個之間嘅關係幾好。最初係懷疑啊、對立啊，慢慢建立信任啊，到互相理解啊，甚至願意為對方付出啊。咁呢個過程咧幾有層次嘅，寫得幾有情味。咁啊，我覺得呢個寫呢樣嘢咧，亦係和到迪士尼嘅強項。咁喺個劇本上咧，喺人物嘅塑造方面咧，一向以來咧，佢都唔會令佢失望。咁去到後面啦，咁當角色發現其實唔係真正嘅動物，而係人類啦。咁啊，
佐治咧就對呢個比普咧最初係有啲懷疑challenge 佢啦。呢個係一個關鍵嘅轉折嚟嘅，佢將會原本建立嘅信任咧帶咗個崩塌嘅邊緣。咁你以為你了解對方，但原來咧一切都唔會完全係你想象中咁。咁之後佢經過自己嘅心理嘅掙扎平衡，最後佢都係選擇去相信人佢。咁而之後兩個角色之間咧，仍然會選擇去相信對方。咁呢個係好溫暖啊，同埋為對方去冒險啦。咁呢啲幾動人嘅，亦都係呼應咗前面嘅主題。唔同世界之間其實係可以理解、可以共存。總結嚟講啦，理想奇兵咧，其實係一部有啲睇法嘅電影嚟嘅。佢想講嘅嘢咧係幾而家幾流行去講嘅，包括呢個支持大自然環保呢啲問題，但係佢係好友善去令你去探討下呢啲問題，而唔係逼你去接受。佢最成功的地方咧就係角色嘅關係，可惜咧後段嘅失控咧，令到成部嘅內容打動人嘅內容都被削弱咗。同埋佢有啲角色咧，即係過分標籤性譬如市長嗰啲呢個 Jerry 市長，即係好多結果你大家都會想像得到。佢個高速公路嗰個堅持後尾到大家共識咁呢啲即係大家都預計得到，你冇乜問題，但係問題你中間裏頭玩得咁夠開心啫，就你。即係我最反對就個特白沙咬咯，即係喺畫面上睇咧 OK 嘅喎，即係如果單獨睇嗰場戲冇問題如果但係我前面建立咗我對呢部戲我好好地聽你講故仔咁但係你後尾咁樣玩，咁仲有咧佢就有些係偷雞嘅嘢嘅，應該觀眾都睇到嘅。咁你好搏懵啫，你就話你科技上你可以將腦嘅控制到一個機器度，咁個機器咧做呢個 3D 嘅整到呢個似河狸嘅身體，然後就藏咗喺裏頭，咁咧就可以同河狸去溝通啦。咁河狸就唔會排斥你，咁可以同你一齊玩一齊相處，咁你又更加了解佢。咁呢個明啦，咁了解佢，咁你識佢啲話喎咁你個腦細胞入咗去，你就識佢啲話喎，開口講就識講佢啲話喎。咁呢個好似冇乜點交代，咁都算啦。咁仲要可以聽到所有世界、所有動物、所有昆蟲講嘅嘢喎咁你就覺得咁都算啦，你講我信啦但係好多如果你鋪鋪墊墊每樣嘢都係你講我要信啦，咁觀眾就開始慢慢就係企遠啲睇，都唔合。咁你仲有嗰隻蟲蟲咁梗係㗎啦，最弱勢嗰個毛毛蟲變咗將來後尾變咗大王，咁可以利用翻個機器變翻呢個做咗個假嘅市長。哇！呢啲誇得太離開咗我開頭睇呢部戲嗰個感覺。咁所以佢即係睇，我覺得係好值得睇嘅。咁睇下你即係諗嘢嘅方法，同埋講古仔嘅方法，同埋佢嗰個核心內核咧係幾好睇嘅，同埋佢同呢個美寶同佐治嗰個關係都幾好睇嘅。咁同呢個市長 Jerry 個鬥咧都 OK 嘅。咁但係問題係你就係要用另外一種心情去睇，即係我冇諗住出門或者係嗰種心情去睇㗎嘛。所以俾佢帶咗一個好正途嘅睇戲電影嘅角度去睇，點不知佢後尾都原來都玩翻好誇張嘅嘢。咁你呢個落差咧係影響咗對呢部戲嘅感受。